今日嘅助詞係下，下，第二聲下。之前喺感嘆詞嗰度講過，今日講係佢放喺句子後邊作為助詞嘅用法。佢有3個用法，我哋分別睇一睇。邊個錢多邊個做，咁唔使我哋啦，爸爸等吧。第一個咧就係要求對方回答。嗱呢度啦，邊個錢多邊個做辦事，咁唔使我哋啦。下就係要求對方明白，而且後邊咧佢又追問咗下，啱啊等白，要求對方回答，或者進一步係確認係咪咁樣。我哋睇下第二個例子。如果你要打咧，我帶你去後巷，任打呢度會俾小玉見到嚇，我帶你去。呢度咧就係要求對方同意，就係就唔好喺呢度打佢，帶佢去後巷，喺度任佢打。呢個下就徵求對方即係濟公同意，希望佢同意。呢個係第二個用法。我哋睇下第3個例子。你幫我仔，因住收尾嗰2年嚇，收尾2年同你執骨，因住生隻冇屎花，冇屎忽嘅仔你生嘅。呢度咧，你駁我嘴，因住收尾嗰2年，下咧就係強調嘅，即係強調即係收尾係最尾嗰2年，即係意思晚年啦，晚年唔好啦，晚年凄慘咁嘅意思。下咁啊強調，呢度係強調嘅。好啦，呢個就係作為助詞嘅下嘅用法。